癌症是国内10大死因的第1名。国家卫生研究院甲卫福部5间国际药厂、17间病院，跨领域建立人体生物资料库的整合平台。这是台湾第一个癌症的基因资料库，而且为今年5月开始，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 的检测会当算入去健保给付，预估当年会有2万的癌症患者会当精准治疗。癌症已经连续40多年，是个人10大死因的第1名。为了要让癌症病人得到精准治疗，卫福部为今年5月开始，将19种癌症的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，简单叫做 NGS 纳入健保，透过检测生物标记，找出基因突变，进一步评估标靶药物精准到后，有估每年差不多2万的癌症病人受惠。这些 low data 可以用在我们的给付的依据、品质的检测，还有未来的这个给付效益的评估，那甚至提供给后续的新药研发或新的这个检测方式的开发。国家卫生研究院阁进一步建立台湾第一个本土基因资料库整合平台。也就是甲国内36间人体生物资料库、5间国际药厂甲17间病院合作，将6大癌症晚期病人基因做全方位检测。目前已经有96万笔的登录受案数，其中学术界申请148件，产业界申请32件。毋但因协助癌友得到上好的治疗，也加速癌症新药的研发上市。我们可以提供我们台湾本土这样的一个数据。除了加惠我们国内的患者以外，那我们希望背上这样的一个基础，可以跟国际有更多的这个接轨。健保署强调 ，NGS 特别健保了后，应大大减轻癌症病人经济负担。每人各癌病，经14人给付1摆，为确保检测品质甲健保药物的疗效，医师机构申报医疗费用的时阵，爱到庭上传检测结果来作为未来调整政策的实证数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